點解要咁辛苦咧？又加上係4期，真係諗下都不如放棄算咯，由佢咯，順其自然咯。肺癌堪稱係香港癌症頭號殺手，而醫學界亦都發現有為數唔少嘅患者都帶有基因突變。我姓鐘嘅，之前咧就因為我成日都係咳啊，咁我就冇理佢嘅。點知咳得越嚟越耐啦，咁後尾佢個仔已經同我去安排我睇嗰啲氣管嘅專科嗰啲啊。呢次檢查，鐘女士就確診患上肺癌第4期，而呢個亦都係佢意想唔到嘅事實。咁我哋就覺得就係啲男人有煙有酒啊，咁就係肺癌啫。但係我哋冇諗到話我哋啲女人咧冇煙冇酒都會係肺癌嘅，所以當時係覺得好突然，又好驚啊，好突然咯。李宇聰醫生就係鐘女士嘅主診醫生，佢發現鐘女士除咗有主瘤之外，仲有中隔淋巴轉移、肝轉移、骨轉移、PDL1 蛋白檢測更加達到100%。基因檢測我哋有做嘅，咁但係基因檢測嘅時間需要即係可能3至4個星期先至出到報告。咁等候期間咧，我哋就唔想即係耽誤佢個病情咧，就直接開始咗藥物治療先。前後做咗3個療程。咁做第2個療程嗰陣時，其實個基因報告都翻咗嚟㗎啦，發現佢有一個非常之特別嘅基因突變，我哋叫 HER2 嘅突變。咁佢咧就係一個活躍性嘅突變，或者可用藥嘅突變嚟㗎。由於情況緊急，而鐘女士亦都檢測到大量嘅 PDL1，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就採用咗免疫治療同埋電療嘅方案。主瘤、中隔淋巴、肝轉移都受到控制，但喺骨轉移方面就出現咗嚴重嘅情況。與此同時，副作用亦都令到鐘女士感到相當吃力。咁做咗6隻電療之後咧，咁佢就話：我依家我呢隻藥咧就幫你唔到啦，因為已經對佢係冇效啦。咁我感覺咁佢咁講，我都冇辦法啦。嗰一刻聽到話個治療係已經冇效咧，簡直係晴天霹靂嘅感覺，即係見到捱咗咁多針，點解都唔得咧？除咗媽媽辛苦，我哋自己嘅人都覺得好心痛啦。因為我第4期，我有咁辛苦要捱呢啲咁嘅嘢，咁你加上個醫療費又咁貴，真係諗下都不如放棄算咯，由佢咯，順其自然咯。因為鐘女士一開始嘅時候，同時有做基因定序，亦都發現咗 HER2 基因突變，於是李醫生就依照當時嘅檢測結果，迅速為佢制定另一個治療方案。我哋就按佢個基因報告咧，開始咗一種叫做 TDXD 嘅或者叫抗體藥物複合物，針對 HER2 突變型肺癌嘅一種藥物咧，去幫佢做治療嘅。期間嘅所有影像掃描啦，同埋隻癌指數咧，都係不斷改善緊嘅。咁跟住打佢10幾針，我哋咁漸漸個人係好咗嘅。咁我依家都叫做生活正常翻咯，依家都叫做。咁呢隻藥就係我哋覺得就會比啲傳統嘅化療藥就感覺上好似冇咁辛苦咁樣。Overall 佢而家用咗19針啦，咁見佢都係成個療程度都叫做可以克服到、面對到嘅。咁我覺得呢隻藥係幫到佢咯。其實肺癌嘅基因測試咧，就無論係咩階段咧，都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有研究數據，無論第1、2期術後輔助性嘅標靶藥啦，或者第3期嘅情況之下，電療化療之後，有部分人都係可以用標靶藥去減少復發啦。同埋第4期嘅擴散性患者，就算佢初時嘅藥物治療有療效都好啦。我哋最終咧都可能要揾一啲藥物俾佢去應用。咁如果你話最常見嗰啲基因突變，甚至乎一開頭新確診嗰陣時就會應用，包括即係 EGFR 啦、ALK 啦同埋 ROS1 嘅突變。咁如果你話其他比較唔常見嘅突變，或者用嘅藥物嘅療效機率冇咁高嘅咧，咁你最終都要將個腫瘤組織去做排序，先可能揾得出嗰啲罕見嘅基因突變。而將來就有一隻藥可以喺病人touch wood變差嗰陣時去應用啦。所以我嘅建議咧，就無論咩階段嘅肺癌病人啦，都要做基因測試㗎。抗癌嘅路大家盡有不同，但係只要堅持，唔好放棄，希望尚在人間。捱到今日我都叫做都叫做賺到啦，係咪先？咁冇㗎，咁我如果希望整隻個係身體好啲啊，咁可以同啲細路去下旅行啊，即係玩下食下咁咯。其他我都冇咩話特別要求嘅。